什么款式的车上会发生事故呢？国内上新的研究，第一名是黄色，第二名是黑色。黄色、蓝色。这种色的车比较容易出车祸。黑色的车子比例高吧？绿色、橙色、黑色、白色，看起来。应该黑色吧？那你还是喜欢买黑的？黑色看起来比较就是高贵一点。什么色水的车较接出车祸？警察大学交通系教授、詹平业加研究学生连伟兴，依照台北市2016年甲2017年的交通事故做分析，发现黄色的车上多，黑色车排第2名，过来是白色、银色、朴色的。除了银色、白色、黑色、朴色甲蓝色是台湾人买车时上爱的色水，这黄色的车排伫第1名，这是因为台北市机动车密度上介悬，这个赛车时间搁较长，难免会出车祸。这款的讲法，阮这样朋友敢有法度接受？一般对计程车的感觉就是说都是抢快嘛。黄色计程车一天开的数量那么多，对不对？难免擦擦撞撞啊！你应该一天都要开12小时，比例高嘛。那黑色车的销量主要是因为落雨天光线较暗的时，较易出车祸。车身的照明设备，那依归正确的方式来开启，可以有助于提升辨识。不过世间代无迄个绝对的，唔是做一个色上衰。白色轿车拦腰撞上黑色轿车，黑色休旅车撞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。不管什么车，拢会互人弄到，还是去弄到别人。应该是看个人的驾驶习惯比较重要。赛车若要平安，唔是色水来决定。赛车时爱眼观六路，耳听北风，唔是看什么色，是爱看目性。